嘥人論命，最中意聽啲嚇死人嘅斷語。你若果去出邊啲算命韜，或者喺網上隨便揾個所謂嘅大師，只要佢睇到你紫微斗數命盤入面有粒貪狼星坐落命宮、身宮或者夫妻宮，佢多數就會擺出一副高深莫測，又帶幾分曖昧嘅表情同你講：哎呀，貪狼坐命，大桃花星嚟㗎。你呢個人或者你未來嘅配偶注定係風流好色、朝三暮四，婚姻唔順㗎，甚至仲要順水推舟，叫你使幾千幾萬蚊買個乜鬼斬桃花陣法，或者求個符咒去化解。每次老夫聽到呢種言論，都只能用4個字嚟形容：荒謬絕倫。今日老夫黃庭之就喺呢度踢爆市面上關於紫微斗數最大嘅一個大話。我要用中州派極其嚴密嘅底層邏輯話你知，貪狼星等同於風流好色，唔單止係嗰啲不學無術嘅神棍為咗呃錢製造嘅恐慌，更加係古代封建禮教對人性惡望最深嘅一次惡意抹黑。如果你依然迷信嗰啲桃花星必出軌嘅鬼話，咁呢期內容你大可以撥走，繼續去交你嘅智商稅。但如果你想搞明紫微斗數呢套系統究竟喺度講緊乜，想知道你命盤入面嗰粒貪狼星到底離含住點樣強大嘅世俗能量，咁就靜落心嚟，聽黃庭之同你將當中嘅邏輯一層一層咁跟開。第一章跟開歷史嘅結莊，貪狼點解會被污名化？要了解貪狼嘅底層邏輯，我哋首先要解答一個問題：點解古書上包括紫微斗數傳書入面俾貪狼嘅評價往往都唔高，甚至頻頻打上桃花、放兜、女命不潔呢類標點？係古人錯咩？唔係，係時代嘅評價標準變咗。紫微斗數呢套系統雖然源於道家，但喺成書同流傳嘅過程中，深深咁打上咗中國古代封建農業社會同儒家理學嘅思想烙印。喺嗰個時代，乜嘢人會被稱為好人？係嗰啲安分守己、重農抑商、壓抑個人落亡，成世淨係講三國五常嘅人。喺命盤上，天機星嘅幕僚、書生氣質，天相星嘅循規蹈矩，天同星嘅知足常樂，呢啲係被古代主流社會所推崇嘅。而貪狼星代表嘅係乜？喺紫微斗數嘅星系符號學中，貪狼代表嘅係鋒芒嘅張力，佢係極度嘅物質渴求，係強烈嘅社交衝動，係對新鮮事物嘅無窮好奇，更係為咗達到目的可以八面玲瓏、長袖善舞嘅交際手腕。你將貪狼嘅呢種特質放喺古代嗰個封閉嘅農業社會入面，睇一個農民，佢唔老老實實耕田，成日諗住做生意揾錢，成日去酒館嗰度結交三教九流，遇到靚嘢總想據為己有，甚至為咗達到商業目的可以圓滑逢迎。喺嗰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嘅時代，呢種人不止被視為異類，更被儒家理學視為敗壞風俗嘅小人。特別係對於女性，古代社會要求女性大門不出，二門不羅。而貪狼星坐命嘅女性，天生帶有極強嘅個人魅力，中意展現自我，識得點樣利用人際關係嚟獲取資源。呢樣嘢喺封建禮教睇嚟，簡直就係大逆不道。於是嗰班寫命理書嘅老古董
揾唔到合適嘅詞彙嚟描述呢種複雜嘅社會化生存能力，只能極其粗暴咁幫貪狼扣上一頂風流淫骨桃花嘅帽。呢個就係市面上貪狼即好色呢個鑑論嘅歷史根源。佢源於一種文化偏見，而現代嗰啲神棍大師連呢層文化背景都搞唔清楚，只係攞住古書生搬硬套，斷章取義，周圍去恐嚇人。第二章中州派正解，他郎嘅本質係資源嘅掠奪與整合。咁除走歷史嘅偏見，他郎星喺紫微斗數中嘅底層邏輯究竟係乜？中州派紫微斗數從來唔講神仙鬼怪，我哋講嘅係星系理氣，即係呢粒星曜所代表嘅性格。代碼同行為模式，貪狼屬水又屬木，喺斗數入面，屬水代表情感交界，屬亡屬木代表生發，向外擴張學習與模仿。佢個名入面帶一個狼字，呢個字極其傳神。老夫請你仔細回想自然界中狼嘅特性，狼係群居動物，極度依賴團隊同社交。狼有好強嘅生存、奸妄同敏毒嘅嗅覺，邊度有之物，佢哋就攀去邊度。狼喺捕之嘅時候，唔係靠蠻力，而係靠戰術、靠居裝、靠耐性。將呢啲特質投射到人嘅性格上，他狼星嘅底層邏輯就呼之欲出。佢係人類社會化生存入面最頂級嘅一種交際與資源整合能力。首先，貪狼嘅核心係密作，而唔係單純嘅色作。神棍總係將桃花同好色掛喺嘴邊，但老夫話你知，貪狼嘅格望係全方位嘅。佢哋對金錢、美食、華麗嘅衣着、高雅嘅藝術品，甚至高高在上嘅權力，都有極其強烈嘅佔有。點解貪狼咁易被誤解為好色？因為喺世俗社會入面，聲色犬馬好多時都係耕耘埋一齊嘅。一個貪狼星嘅人，佢可能非常中意去高檔會所社交，中意品嘗美酒，中意同外貌出眾嘅人打交道，但呢個唔代表佢一定會去亂搞男女關係。佢嘅底層驅動力係體驗美好嘅事物，以及透過呢啲交際簿而獲取利益。如果一個貪狼發現揾錢比搞男女關係更過癮，佢會毫不猶豫咁斬斷一切情絲，變成一個極之冷酷嘅揾錢機器。呢個就係貪狼嘅現實主義。其次，他狼係紫微斗數中嘅公關大師與變色龍。他狼星坐命嘅人最大嘅天賦就係八面玲瓏，佢哋有好強嘅環境適應能力，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你唔好覺得呢個係貶義詞，喺現代商業社會，呢種能力叫做高情商同卓越嘅公關能力。佢哋識得點樣隱藏自己嘅真實情緒，識得點樣迎合人哋嘅喜好，從而為自己換取生存資源。一個正統嘅文人如天機、太陰可能會因為清高而餓死，但貪狼絕對唔會貪狼。如果喺逆境中，佢可以彎低腰去討好任何人，只為咗生存落去，並且揾翻身嘅機會。呢種極其世俗化、極具魂性嘅生存哲學，先至係貪狼最強大嘅武器。再次，貪狼係多學小精嘅代表，係跨界嘅高手。貪狼星帶有木嘅屬性，木主生發，因此貪狼對呢個世界充滿咗好奇心。佢哋乜都想學，乜都想識少少。今日研究茶道，聽日研究玄學。
後日又走去搞最新嘅 AI 科技古書，想批評貪狼，多學少精，認為呢個係不務正業。但喺資訊爆炸嘅今日，呢種特質簡直就係為跨界資源整合度身定造嘅貪狼。唔需要成為某個領域嘅掃地僧，佢只需要識20%嘅專業知識，然後用佢嗰80%嘅交際能力，將呢個領域嘅專業人士聚甩埋嚟，為佢所用，咁就夠晒啦。所以你睇明未？燈狼根本唔係乜嘢下流嘅桃花星，佢係最適應現代商業競爭，最識做人情世故，最渴望物質成功嘅紅塵入世之星。第三，即係話與矩陣貪狼喺殺破狼體系中嘅角色定位，紫微斗數唔係孤立咁睇一粒星。中州派最強調嘅就係星系互泄，我哋要睇明貪狼，就一定要將佢放喺紫微斗數最大嘅變動星系殺破狼體系入面去解釋。喺紫微斗數嘅排盤邏輯入面，七殺破軍貪狼呢三粒星永遠喺三方四正命宮、事業宮、財帛宮互相會照。呢個意味住只要你嘅命宮係貪狼，你嘅事業宮必然係七殺，你嘅財帛宮必然係破軍。呢個係一種鐵律。點解古人要咁樣設定呢？當中離含住極之高深嘅行為心理學邏輯。等我哋嚟拆解呢個矩陣。命宮貪狼代表你嘅核心性格、底層動機。貪狼嘅核心係金旺嘅擴張與人脈嘅整合。善意宮七殺代表你做事嘅方法、職場嘅表現。七殺嘅核心係孤軍奮戰、殺伐決斷、不冒險阻。財帛宮破軍代表你求財嘅模式、對待金錢嘅態度。破軍嘅核心係破舊立新、敢於冒險、大開大合。你睇呢個係一個幾咁完美、幾咁有進攻性嘅商業閉環。一個貪狼坐命嘅人，佢嘅內心驅動力係對物質同成功嘅極度渴望。呢種渴望促使佢喺出邊應酬交際，揾機會。一旦佢喺酒台上、喺交際圈度聞到商機，佢就會即刻切換到自義宮嘅七殺模式，雷厲風行，敢於承擔極大嘅壓力去執行項目。而喺處理資金同商業模式時，佢又會展現出財帛宮破軍嘅特質。敢於打破常規，敢於重金投入，甚至敢於推倒重建。呢個就係點解喺現代社會，好多極具爆發力嘅白手興家富豪、互聯網巨頭、娛樂圈嘅大佬，都係殺破狼格局。尤其係貪狼坐命喺呢個局稿入面，貪狼係成個殺破狼體系嘅大佬同潤滑劑。七殺太剛容易折斷，破軍太莽容易破產，唯獨貪狼識得妥協，識得迂回，識得用交際手腕去化解七殺同破軍帶嚟嘅戾氣同反噬。嗰啲神棍大師見到貪狼就只係識得講桃花，佢哋根本睇唔明殺破狼呢個鐵三角背後所離含嘅足以改寫命運嘅巨大破壞力與建設力。喺佢哋傲睨嘅認知入面，大概除咗男女嗰啲事，就再裝唔落廣佛嘅星辰大海啦。第四章星曜交送，貪狼嘅雙面。人生中州派睇盤最忌硬單星論命，貪狼呢粒星非常之容易受到同宮或者對宮其他主星嘅影響，從而產生極之複雜嘅化學反應。貪狼就好似一杯無色無味嘅烈酒，
你喺入面加乜嘢飲料，佢就會調出乜嘢味道嘅雞尾酒。老夫今日就同你哋推演幾個最典型嘅貪狼星系組合，等大家睇下貪狼嘅底層邏輯係點樣喺唔同環境之中發生變異嘅。一、紫微貪狼同宮或者對拱，桃花犯主嘅真相。古書將紫微貪狼組合稱為桃花犯主，話呢個係帝王貪戀美色，唔理朝政嘅格局。呢個又係一個鐵頭鐵尾嘅誤導。紫微係帝星，代表嘅係極度嘅自尊，掌控骨同好面。貪狼係骨亡之星，代表交際同攫取。當呢兩粒星撞埋一齊嘅時候，底層邏輯係乜？係為咗面同虛榮心而產生出無窮嘅物質慾望，並運用交際手腕去滿足呢種掌控指他格局嘅人，極之講究排場。佢哋食飯要去最貴嘅餐廳，着衫要鑄名牌，甚至連交朋友都要睇對方嘅身份地位配唔配得上自己呢種格局嘅人。如果係做高端公關奢侈品行業或者大企業嘅政府關係，簡直係如魚得水。佢哋身上有一種天然嘅貴氣與俗氣相融合嘅獨特魅力。至於桃花，嗰只係因為佢哋喺呢個攀比同社交嘅過程中，自然而然會吸引到各種異性啫。只要佢哋將精力放喺善意嘅宏大嘅事上，呢個根本唔係乜嘢犯主，而係帝王出巡、八方逢迎嘅大格局。你武曲貪狼同宮大器晚成嘅暴發戶，武貪不發少年人，呢個係鬥數入面嘅一句名言。武曲係財星，代表住極其務實、極其冷酷嘅執行力同對金錢嘅執着。當冷酷嘅武曲遇上半圓滑嘅貪狼，會發生乜事？呢種人係真正嘅揾錢機器，佢哋有住武曲嘅吃苦耐勞，又有貪狼嘅八面玲瑩，但點解少年不發？因為武曲嘅剛直同貪狼嘅圓滑喺早年往往會互相打交。後生嗰陣，佢哋可能為咗賺錢太過急躁，或者因為貪狼嘅密而花錢如流水，必須等到中年以後，經歷咗社會嘅毒打，武曲嘅執行力同貪狼嘅交際手腕完美融合，佢哋就會爆發出驚人嘅能量。呢種組合嘅人往往係喺商界摸爬滾打多年後，突然揸住一個風口，一夜暴富。佢哋嘅底層邏輯係實用主義至上嘅資源變現。喺呢個格局入面，貪狼嘅桃花屬性被武曲嘅冷酷徹底壓制，腦入面只有三個字：揾錢，揾錢，揾錢，仲係揾錢。三、廉貪貪狼同宮，政商兩界嘅終極玩家。廉貪係一粒極其複雜嘅星曜，佢既係次桃花，又係囚星，代表住極高嘅政治手腕、敏捷嘅直覺以及道德與欲望嘅掙扎。當廉貪遇到貪狼，呢個係紫微鬥數中將交際、直覺、政治手腕同密密拉滿嘅終極組合。古書對呢個組合評價極低，認為係男頭女娼嘅下價格局。但我黃庭之話你知，喺現代社會，廉貪組合嘅人，只要唔觸犯法律底線，佢哋就係天生嘅政治家、頂級外交官同商業談判專家。佢哋嘅底層邏輯係睇透人性嘅弱點，並以此進行利益博弈。廉貪嘅人冇任何道德潔癖，佢哋非常清楚呢個世界嘅運轉規律就係利益交換。
佢哋可以喺名利場上游刃有餘，哪怕內心睇唔起對方，表面上依然能同你稱兄道弟。呢種極其強大嘅心理素質同裝能力，根本唔係好色兩個字能夠概括嘅。呢個係極之高維嘅人性遊戲。第5章殺星嘅淬煉，火貪與揼貪嘅爆發之禮座。如果你走去問市面上嘅神棍，紫微斗數入面最怕遇到乜星，佢哋肯定會講：哎呀，最怕遇到擎羊、陀羅、火星、辰星呢4大殺星啊！遇到就係倒霉、血光之災、破財啊！每次聽到呢種言論，老夫真係恨不得攞本中州派紫微斗數深造講義車落佢哋塊面度。斗數嘅底層邏輯入面，從來冇絕對嘅好與壞，只有能量嘅生剋制法。而貪狼呢粒被世俗鄙視嘅狂妄之星，恰恰係成個紫微斗數中唯一一粒能夠完美吸收、轉化並且利用殺星能量嘅主星。其中最出名嘅就係火貪格同十貪格。火星同十星喺斗數入面代表嘅係乜？係突如其來嘅爆發力，係焦躁，係破壞，係烈火燎原嘅突發事件。當一般嘅星曜，例如天同太陰西呢種柔弱嘅星，遇到火星金星，往往會被燒到焦頭爛額，表現為災化。但係貪狼唔怕，貪狼屬木。喺5行生剋入面，木生火貪狼嘅密膜同交際手腕，就好似一堆極之乾燥嘅柴火。平時佢可能只係喺嗰度慢慢咁燒，慢慢咁積，計人默可。一旦遇上你火星或臨星呢把突如其來嘅烈火，貪狼嘅木性被徹底點燃，瞬間爆發。呢個就形成咗紫微斗數中最著名嘅步伐格局：火貪格主步法，金貪格主暗法。其底層邏輯極之嚴密。貪狼代表住時刻準備好嘅野心同極度廣闊嘅人際網絡，而火立代表住時代或行業突然降臨嘅巨大風口。當一個擁有攀大資源同野心嘅人突然遇到政策放開、行業井噴或者某個突發嘅巨大商機時，佢唔會好似普通人咁猶豫不決，佢會憑住貪狼敏毒嘅嗅覺，瞬間將全部身家同人脈投入進去，從而在極短嘅時間內實現階層嘅跨越。呢個就係火貪格發橫財嘅真相。呢個同桃花有半毛錢關係咩？同好色有半毛錢關係咩？呢個明明係野心密格，能力突發機遇嘅完美商業模型。神棍唔識5行生剋，唔識星曜嘅深層物理反應，只知道見到殺星就斷空，見到貪狼就斷淫，簡直係愚不可及。再講講貪狼遇到擎羊同陀羅。擎羊代表明面上嘅激發與營商，陀羅代表暗地裏嘅拖延與打磨。貪狼雖然唔中意羊駝，但羊駝卻能夠起到一個非常奇妙嘅作用，斬斷貪狼嘅桃花，逼貪狼走向技術或手藝嘅窮峰。貪狼本性係8面靈嘅，遇到羊駝嘅阻礙後，佢嘅交際面被壓縮咗，精力無處發泄。呢個時候佢就會將貪狼嗰種多學少精嘅特質轉移到對某一項專門技術嘅死學上。喺古代呢種人係頂級嘅能工巧匠雕刻家，喺現代佢哋可能係極之優秀嘅程式設計師、外科醫生或者機械工程師。呢個喺斗數入面叫做泛水桃花被制化。所以
唔好經命盤裏面嘅殺星。對貪狼而言，冇殺星嘅刺激，佢不過係個日日混跡走局嘅交際花。有咗殺星嘅淬煉，佢先至會成為真正能夠建功立業嘅一代奸雄。第6章四化嘅秘密，貪狼嘅靈魂演變，紫微斗數嘅精髓，分在於靜態嘅星盤，更在於動態嘅四化、化粒、化權、化科、化忌。四化係星耀嘅靈魂狀，係命運運轉嘅齒輪。了解咗貪狼嘅四化，你先至能夠真正睇透呢粒星喺現實生活中嘅萬千面相。一、貪狼化利，交際之財。當貪狼化利時，佢嘅物作同社交屬性得到咗最正面嘅發揮。花勒代表順遂、財富同享受，呢種狀態下嘅貪狼底層邏輯係和氣生財，佢哋極之擅長組局，識得將唔同利益訴求嘅人拉埋到一張台，大家一齊開開心心咁將錢賺咗佢哋，請客食飯、送禮送人情，絕唔手軟，因為佢哋知道今日使出去嘅1萬蚊，聽日就可以透過呢條人默帶嚟10萬蚊嘅回報。好多人覺得貪狼化利嘅人花錢大手大腳，老夫話你知，呢個唔叫浪費，呢個叫做人情社會嘅投資學。佢哋係紫微斗數中最頂級嘅局長，亦即係做局之人。但此時神棍往往會跳出嚟話，化力代表多，貪狼化力就係桃花多，出軌概率大。老夫只能講，個心裝滿咗排泄物嘅人，睇乜都係排泄物。二、貪狼化權，野心與獨裁。化權代表掌控權力同競爭。當貪狼化權時，佢嗰副八面玲瓏、和氣生財嘅面具就會被撕落一半，露出裏面對於權力同地位極之冷酷嘅渴求。呢種狀態下嘅底層邏輯係不手段嘅征服。貪狼化權嘅人目的性極強，喺職場上佢哋唔只要賺錢，仲要做大佬，要掌控全局。喺應酬時，佢哋唔再係單純嘅活躍氣氛，每一句說話、敬嘅每一杯酒都帶有強烈嘅政治目的。呢種格局極易出商界嘅女強人或者政界嘅鐵腕人物。你敢同一個貪狼化權嘅女性講乜風流桃花，佢分分鐘用手段玩死你喺職場嘅鬥爭入面。三、貪狼化忌，奪人所好與精神嘅升華。講到化忌，好多人又要驚啦。化忌代表阻礙、執念同不順。貪狼化忌嘅底層邏輯係乜？係谷望得唔到滿足嘅挫敗感，因為太想得到，反而容易出錯。喺現實中，貪狼化忌嘅人容易因為盲目擴張、投資失誤或者應酬過度而導致破財傷身。同時，貪狼化忌有一個非常特殊嘅表現，叫做奪人所好。因為自己嘅功望冇辦法透過常規途徑滿足，佢哋往往會去搶奪人哋嘅嘢。呢個可以係生意上嘅訂單，亦可以係別人嘅配偶。呢個先至係真正容易引發所謂桃花劫嘅情況，但根源係佔有角而唔係性角。但係中州派最精妙嘅理論在於物極必反。當一個貪狼化忌嘅人喺紅塵中經歷咗無數個次滑望嘅破滅，俾金錢同人際關係傷到體無完膚之時，貪狼嘅另一面，亦即係屬於木屬性嘅宗教哲學天賦，就會被徹底激發。佢哋會突然覺得世俗嘅名利不過係過眼雲煙，
轉而投向宗教、哲學、術數或者極度高雅嘅藝術創作中去。紫微斗數中有好多出家嘅高僧大德或者頂級嘅玄學宗師，往往都帶有貪狼化忌嘅特質。呢個叫做絕處逢生，借假修真。呢個先至係紫微斗數最令人敬畏嘅地方。佢向你展示咗一個靈魂點樣從極致嘅貪婪，通過痛苦嘅化忌，最終走向極致嘅清淨。呢種宏大嘅生命哲學體系，嗰班只會算命賺幾十蚊掛金嘅神棍所能理解嘅。第7章實戰應用，唔好用道德、庚格、星曜。老夫講咗咁多底層邏輯，我哋不如由呢啲理論代入到你哋最關心嘅實際生活入面去推演場景一。如果你嘅配偶、夫妻宮有貪狼星神棍，會話你知，哎呀，你老公老婆夫妻宮貪狼，以後肯定會出軌，你要睇實啲啊！你又是信咗日日疑神疑鬼，查手機查光，最後嘅結果係乜？本來人哋冇出軌，硬生生被你呢種唔信任嘅壓迫感逼到離咗婚，呢個叫自證預演。中州派話你知，夫妻宮代表嘅係你對配偶嘅期望，以及配偶嘅性格特質。夫妻宮有貪狼，其底層邏輯係你需要一個識情趣、有交際能力、絕對唔可以死板嘅伴侶。你嘅配偶喺出邊可能非常長袖善舞，異性緣確實好好，但呢個唔代表佢會出軌，因為貪狼嘅交際往往係為咗事義同利益服務。佢去 KTV 陪客飲酒，係為咗將份合同簽落嚟，幫屋企換大屋。如果你識紫微嘅邏輯，你要做嘅唔係去防住佢，而係滿足佢嗰粒貪狼星對新鮮感同物質嘅追求。你要令自己變得有趣，你要同佢一齊去體驗生活嘅美好，甚至你要成為佢喺自義社交上嘅得力助手。只要你拿捏住咗佢對於價值嘅衡量標準，佢嗰粒貪狼星就會成為幫你當風遮雨、攻城略地嘅最強武器。場景二，如果是女性命宮有貪狼星，喺封建時代呢個就係所謂嘅克夫淫墮之名，但喺2026年嘅今日，老夫要為所有命坐貪狼嘅女性證明，你哋係呢個時代最優秀嘅女性代表之一。你哋唔甘心被困喺家庭嘅臨時入面，你哋有敏感嘅商業直覺，你哋識得點樣打扮自己，識得點樣運用女性嘅魅力同高超嘅社交技巧，喺男權主導嘅商業社會中撕開一條血路。你哋唔需要去壓抑自己嘅慾望，更加唔好因為嗰啲封建糟粕嘅命理說法而產生道德內耗。貪狼就係你哋嘅底牌，將你哋嘅物質轉化為善意上嘅野心，去揾錢，去搞事業，去掌控自己嘅人生。只要守住法律底線嗰啲鬧你哋心機重桃花旺嘅人，不過係妒忌你哋擁有佢哋無法企及嘅自由同能力啫。第8章命理嘅終極意義講到呢度，老夫今日呢篇關於貪狼星底層邏輯嘅萬字長文，亦都應該收尾啦。你哋發現未？其實由頭到尾，黃庭之病冇教你哋乜嘢發達嘅秘訣，亦冇教你哋點樣去擺一個斬桃花嘅風水陣，因為中州派嘅紫微斗數從來都唔係乜嘢法術，更加唔係改變命運嘅捷徑。紫微斗數係一張基因圖譜，
係一份人性嘅體檢報告，佢極之殘酷咁將你性格中最陰暗嘅兇妄、貪狼、最暴烈嘅脾氣、七殺、最無情嘅絕決、舞曲，全部攤開喺你嘅面前。佢話你知，你嘅每一個選擇，無論係好定係壞，都唔係老天爺強加俾你嘅，而係你嘅性格代碼喺特定嘅環境下做出嘅必然反應。嗰啲神棍點解中意將貪狼講成好色？因為性同恐嚇係人類最原始嘅弱點，佢哋利用你對配偶出軌嘅恐嚇，利用你對自身欲望嘅羞恥感，進行降維嘅心理控制，從而掏空你嘅荷包。呢種行為喺老夫睇嚟，比古人對貪狼嘅偏見更加可惡，簡直就係玄學界嘅敗類。今日我將貪狼交齋密資源整合嘅底層邏輯，徹底咁拆解俾你哋睇，就係要話俾你哋知一個道理。唔好驚你嘅星盤，更加唔好俾星盤宮格。貪狼又好，紫微、驛馬，甚至四大殺星，佢哋本身冇任何道德上嘅好壞之分，佢哋就好似一把刀。神棍話你知呢把刀會殺人，叫你嗱聲使錢買個套將佢包起佢。而黃庭之話你知，了解呢把刀嘅材質、重心、送利程度，然後揸實佢去為你嘅人生披荊斬棘。你命中有貪狼，咁你就去大大方方承認你對物質嘅渴望，承認你對名利嘅野心，唔好扮清高，唔好扭擰擰，用你強大嘅交際能力去構建人脈，用你多學少精嘅特質去跨界整合，用你喺逆境中亦能圓滑生存穩勝，去等待火星恩星點燃你嘅嗰日。呢個先至係紫微斗數真正嘅吉避凶，呢個先至係中州派不傳之秘嘅真正心法。知命而唔認命，順勢而破我執。至於嗰啲依然沉迷於今日喺西南角放個貔貅就可以化解貪狼化忌，聽日着條紅底褲就可以擋住桃花劫嘅神棍言論嘅人，老夫只能鬧聲一聲。佛家有云，佛度有緣人，若醫不死病。你哋中意信就信飽佢啦，反正被收割嘅又唔係我黃庭之嘅錢。喺呢個荒誕嘅世界入面，技術橫行，妖言惑眾。老夫雖然肉身已老，但只要呢一支筆仲喺度，呢把聲仲喺度，我就會一直用呢種最冷酷嘅邏輯契開呢個玄學界一切虛嘅外衣。今日嘅堂我哋就講到呢度，關於紫微斗數，關於中州派玄空風水裏邊，仲有無數被世人誤解嘅心論同寶藏。如果你覺得老夫今日講嘅呢啲邏輯能夠令你喺精神上有一絲一毫嘅覺醒，能夠令你喺面對嗰啲神神道道嘅大師時多一份清醒嘅底氣，咁樣請你留步，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我係黃庭之，喺呢個頻道我哋唔信神鬼，只信邏輯，唔熬雞湯，只拆真相。歡迎訂閱我嘅頻道，四化飛星斗數，點開小立燈。我哋下期用更硬核嘅中州派風水科學去踢爆下一個令你傾家產嘅風水騙局。各位好，自為之，我哋下期見。